然后较会使听厝边基础是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你若无逐日专心听伫上帝心上，上帝听，若无稳伫你的心上，你对人的听拢有限。你有当时听到一半听袂落去，你想要顾袂落去，你想要笑袂落去。但是呢，常常留伫主的听内底，上帝属天的听充满伫你的生命，你会使不断去听人，不断去听人，去顾人，去怜悯人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得人如鱼不只是技巧，重点是还有生命。Amen。呀，第三，顾的门，即讲古门象征的就是真理，是上帝的话。咱的做的话，咱有一句圣诗叫做是旧，也是新。Amen。呀，上帝真理是旧，也是新。真理伫希伯来文叫做 emes， 对你边人讲 emes。真理 emes 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、甲中个字母、甲上尾一个字母组成的。代表着真理就是上帝话，是对头到中到尾拢无改变。真理是过去是真理，现在嘛是真理，未来永远拢是真理。哈利路亚！学理会改变呢，牧师是读社工的，爱读社会学理论，所以社会学理论会咧变化。应像咱有马克思甲韦伯的理论叫做古典社会学理论，对吧？古典的啊，表示有古典的，表示有新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新的个后现代社会学理论。所以，迄个社会学理论，即个讲理论会变，真理袂变。Amen。学理会变，真理永远不变。哈利路亚！所以，咱要遵守真理。所以，你讲到古门象征着迄个上帝话真理，咱要强调的。有人就问讲，牧师，即摆即个社会吼，迄个结婚吼，足不容易的。所以吼，即摆拢咧流行叫做婚前协议，甚至是婚前同居。我讲，伫咱教会绝对袂使安尼。上帝真理是家庭绝对是美满的，Amen。啊，婚前协议你讲啥？你讲哦，咱后见啊相处得不好，准备要离婚啊，拢还袂结婚，在咧做婚前协议啊。表示讲后壁若婚后若发生啥物代志，咱两个伫婚前协议即个证明，就会使保持咱两个婚后会分开啦。拢还袂想讲要全力以赴伫迄个婚姻的建造，就一直想讲要分开啊。这拢是世界的价值观，但是上帝真理是。上帝爱你我的家庭是进入甜蜜、满足、喜乐的所在，亲像爱电龙同款。哈利路亚！这是上帝对咱家庭的心意。所以咱要用上帝的心意来启造咱的家庭，唔是用世界价值观来启造咱的家庭。Amen。所以这是真理。甚至有人讲牧师，迄同性恋哦，即摆人来解说讲同性恋唔是罪呢。圣经早就知影后壁的人会讲同性恋唔是罪。所以，伫1000几年前，通过罗马书，甚至更较早，伫创世纪，就咧讲啊，同性恋是罪，通过伊的话咧，甲咱提醒，下面，所以伊早就甲咱讲啊，即个后现代的人会把迄个罪安怎，到混淆，到模糊，似是而非。上帝真理就是真理，哈利路亚，是罪就是罪，但是罪人咱会使接纳无？对你变讲，罪人会使接纳，但是罪就是罪，袂使否定。Amen。所以若有人来到我的教会，有一个人来我的教会，伊有迄个倾向，伊都讲牧师，这样你不接纳我，那样子你没有尊重我。我说我绝对接纳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要甲你讲，同性恋是罪就是罪，袂使讲有一个伊叫做惯窃，这个人做到偷窃物件的，然后伊来到讲牧师，我惯窃呢，我做到偷物件的呢，我讲偷窃是罪啊，但是你若无尊重我，那我即摆来到恁教会啊，你嘛要接纳我，嘛要尊重我啊，袂使人讲偷窃是罪啊，不。圣经说偷窃是罪就是罪啊！袂使因为你来，我就来讲偷窃不是罪。所以讲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即摆来一个惯窃，伊兴趣就是偷窃物件。啊，为着要尊重伊，咱的教会对咱开始吼，咱咧讲偷窃毋是罪，袂使安尼哦，下面，迄是两回事。罪人我们绝对接纳，绝对接纳，但是罪就是罪啊，袂使否定啊，下面，圣经安尼真理，这就是真理。所以，咱咧教会要恢复迄个上帝真理的原则，行伫上帝话中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第四，山谷的门。所以你看，迄是有一个赞助的。你看尼米，伊咧恢复的时候有一个赞助。第一，你会开始对上帝展露一个敬拜，有一个敬拜的恢复。第二，是你性命恢复，因为你要得人如鱼，你要得到人亲像讨伊的，爱亲像伊个性命影响，所以性命恢复，就来古问。你讲到真理的恢复，上帝话的恢复。第四，山谷的门，山谷的门代表着谦卑，
谦卑代表着顺探，你愿意开始用你的性命来顺探上帝的话，哈利路亚！所以这是三个问的意涵。你愿意谦顺顺探上帝的话，顺探表示谦卑代表顺探，顺探伫圣经写讲，当你听起上帝的话时哦，听，咱讲听，你讲对别人讲听，听希伯来文叫小马尔，小马尔其实伫希伯来人的译法咧讲，就是听从。毋是只有听了，毋是听看看，听参考。因对伫上帝话，上帝啊，阿爸你甲我讲，阿爸一讲，伊就讲我听叹，下面毋是听来参考的呢，是听来遵行的，下面对你平常讲谦卑，是顺探上帝的话，听叹上帝的话。所以你毋是听来参考尔，是听搁去遵行。上帝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哈利路亚！安尼你就是谦卑的人。所以这里讲到三公的门，代表着谦卑。第五，本色门，本色门代表是当时耶路撒冷城，因咧把迄个拉三误会物件送出去的所在，拉三误会物件送出去的。所以若本色门起则表示，咱咧将咱性命拉三误会，就送出去。哈利路亚！毋通互咱的性命拢留迄个拉三误会啦。所以提摩太前书有讲着讲，人若伫上帝大户人家。有金器、瓦器，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所以你若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就要脱离卑贱的事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拉三五的，无合上帝心意的，爱用耶稣基督的名安怎来送互出去。所以若有一寡人得罪你的，你已经生气，想要2年啊，爱打送互出去，爱饶恕，阿们。主祷文甲咱讲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成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后壁。阮的日食对你变讲日食，日食代表对迄当中开始哦，日食是逐工的，对无？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下面阮的辜负嘛逐工的，安尼敢听有无？所以说，日食是逐工的，对即个日食开始后壁拢是逐工的，下面阮的辜负嘛是逐工的，无迄个下面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若下面。辜负阮的人嘛是逐工的，无伫互阮入伫刺嘛是逐工的，救阮脱离迄个歹嘛是逐工的。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咱的天父所有，所以你相信，因为迄个较重要。因为阿爸，我为什么会使脱离迄个黑暗的权势？我为什么会使赦免伊的迄个人？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的，你会使掌管。深渊在你，你必深渊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有一寡心内的艰难。过去的创伤，人甲你伤害着，你靠伫心内，爱用耶稣基督名命令伊出去，爱出去啊！那亲像本色门家讲的，把迄个污秽无合上帝心意的，爱打等候出去。哈利路亚！伫咱中间，若阁有生气伤介久的，你讲牧师敢会使生气？会，圣经讲会使生气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动怒。耶稣基督伫圣殿嘛有恩德，生气，但是圣经嘛有讲，含怒不可到日落，所以伫犹太人咧讲着日落的意思，就是对犹太人的时间的观念来讲，日落是一天新的开始。日落是新的开始，因的算法就是今仔日的日落，甲明仔载的日落以前这段时间叫做一日，安尼知无？所以数无？所以安息日是对拜五营开始算的，拜五营是开始算到拜六的日落以前，这段时间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叫做安息日。所以，伫咱清做教会，亲像新真耶稣教会，个安息日会，因拢用礼拜六的早起时做礼拜。为什么用礼拜六？因讲这叫做安息日，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日的日落以前叫做安息日，安尼。咱是主日，咱耶稣基督复活的聚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犹太人讲，意思就是不能含怒到日落。意思就是，你袂使互你的生气过长工啦，袂使伫新的一天过咧生气。你讲牧师，但是咱即摆算烦恼，拢算讲是12点咧，安尼好，稳准你生气到11点59分59秒，你到遐就袂使搁生气啊，因为新的一天新的开始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这就是圣经的原则。好，咱搁来看本色门，所以要在四面内面的拉三五个，他等候出去，第六，水泉的门，对你边讲水泉的门。水泉的门伫约翰福音7章第38节，主要是讲伫末后的日子，咱每一个人的腹肚要涌出
活水江河来。意思是，咱的性命，咱的腹肚中会迄个活水会喷出来，活水会喷出来，这就是泉水。所以代表着圣神的充满，嘛代表着圣神伫你性命的掌管。所以当你有活水的时阵，你的性命就会甘甜啦。咱讲水泉的水会较甘啦。对你变讲，你有甘甜的性命，你有清气的性命。啊，这水泉会喷啦，表示你的性命活泼啦。对你变讲，你有活泼的性命。咱有足侪兄弟同我讲，牧师，我其实内心较活泼，只是表情无活泼尔。其实圣经写讲的是，你的心安怎，你的面就安怎。你讲牧师，敢有这个经文？咱来看《尼希米记》，《尼希米记》第2章第2节，《尼希米记》第2章第2节。牧师念这个经文，互大家听。亚达谢西20年尼散月，伫王的面前摆酒，我摕起酒来要奉互王。我常常伫王的面前要有秋阳。第2节，王对我讲：“你既然无破病，为什么面带秋阳呢？这毋是别个，一定是你心中忧愁。意思是心中忧愁会对面表达出来啦。哈利路亚！意思是你心里怎么想，会从你的脸部表达出来了。所以绝对是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：相由心生是对的，相由心生。但是你的心。甲你的表情是一致的。你若喜乐，你的表情就喜乐啊。你袂讲牧师，我是较喜乐哦，我足喜乐的啊。叫面看起来无喜乐，无，我心足喜乐的哦。无啦，你喜乐，你表情会喜乐啦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对你边人讲，你的生命较活泼。是活泼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哟，咱都是上帝囝，上帝希望咱欢喜快乐，阿们。所以这是专门，迄个欢喜的生命，爱要恢复起来。咱的教会每一个姊妹来到上帝面前，若拢欢喜快乐，根据教会增长的原则，一年会使增长20%。大家拢足喜乐的啊，大家来教会拢足欢喜的啊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，咱来继续来看，水门了后，水泉门了后，讲到第7是水门。水门这个水代表着上帝供应甲安息。诗篇23篇第1节到第2节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带我去到青翠的草坡，伫安静的水边，遐是安息。你会使伫水门的所在会使安息。你知影上帝供应，知影上帝赏赐你平安，知影你这需要上帝拢知，互你无欠缺。所以这种的对上帝信靠，伫咱的教会内面爱恢复起来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这就是第7的水门。第8马门。马门，这个马甲迄个马无共款，这个马的门，这是马的门，吼。另外一个马门是边仔有一个玉字旁的，吼。这个是马啊，是骑马的马，马代表征战，上帝要赏赐你开力，互你得胜到后村，互你征战有余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上帝伫这个马门的中间，代表咱的性命爱伫上帝面，爱有勇敢征战的性命，伫每一片属灵的征战内面，咱得胜到后村。圣经内面写着彼得前书5章。第8节到第9节，伊讲啥？伊讲撒旦魔鬼，那亲像嚎叫的狮仔，遍地游行，要找找通吞食的人。但是咱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，下面抵挡伊，一定要得走，一定要得走。